傳統嘅酒業獲客，簡直就係一場燒錢嘅豪賭。你每日忙住組局、飲酒、到處遞名片，結果年底一算賬，90%嘅投入都打咗水漂。其實而家嘅玩法早就變咗，我哋冇去跟風炒作嗰啲虛無縹緲嘅概念，而係直接用 AI 把大海撈針變成咗精準制度。以前係你求住客戶買，而家係算法將有真實需求嘅人直接送到你面前。呢套模式最狠嘅地方在於，佢徹底打破咗門檻，將嗰啲複雜嘅篩選同匹配全交俾系統去跑。哪怕你係個毫無資源嘅普通人，亦能夠慳大把找客戶嘅無效時間去專心做好服務。呢個不僅係一次技術升級，更係俾行業打咗個樣。未來嘅酒水生意拼嘅唔再係邊個酒量好或者關係硬，而係邊個能夠用最低嘅成本鏈接到最啱嘅人。呢個先至係數字化轉型真正俾普通人留低嘅翻身紅利。